一个月拢同少有一遍吼，召集这个环保义工职工出来扫涂骹。啊，当然啦，热人的时阵，登革热预防是上重要的，所以阮拢会以放送也好，阮有赖的群组也好，啊，拢会出来巡道清刷，啊，甲这个登革热的防治的疫情吼，这个预防，阮会做了真好。现在人力比较不足嘛，对不对？啊，然后我们利用无人机飞上去，它可以扩大范围去看，因为它画质也不错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点在哪里？啊，我们再人出动再去那里，就不用花费更多的时间去一间一间巡，还要爬到屋顶上去，这可以缩短我们在工作的时间。盖帆布的啊，屋顶有破损的，我们就把它拍照记录下来，跟我们登访中心跟卫生局一起来把这件事情做好，这样。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那有一些是像大楼的被吹掉了水塔的盖子啦，或是顶楼因为这个期序不平，所以造成积水，那也都查到一些营养性的容器。此外呢，我们也特别的谢谢环保局跟消防局的支援，启动了无人机队，来去帮忙巡查，因为它无人机这样飞过去，对于发现一些容易积水的地方，或者没有盖子的这个水塔，这很清楚。所以防治登革热呢，不只是市府的责任，也需要所有的市民朋友们一起来参与。不只是环保人员，不只是卫生局的人，不只是消防局人员，不只是我们志工的人，这个责任是大家一起来，这样子才能组成绵密的防治登革热的网络。那也希望结合社区以及科技的力量，大家一起来巡道清刷，守护我们的家园，打造安全的台南市。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10月1号礼拜3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秋冬是国内呼吸道疾病高峰期，根据疾病管制署的监测，今年流感以 A 型 H3N2 为主流。10月1号开始注射公费流感疫苗甲新冠疫苗，台南市大约分配着50万剂疫苗。市长黄伟哲一早起就前往安南区卫生所关心，呼吁市民把握时机去注射。10月1号一早起，安南区卫生所已经开满济等待注疫苗的民众。卫生所表示，第一天会传500剂，而目前全市公费则是分配到5万剂。其实真侪长辈都已经习惯秋冬的季节，就是透过注疫苗来提升保护力，冇降低传播风险的观念。可以自己保护自己，那也保护别人，让大家都平安。我这个治流感，佮兼做治新冠，感觉安尼袂歹啊。对啊，较有保护力啊。年龄大了，12月份要去台北照顾小朋友，所以来打一下。打流感跟新冠疫苗，有打都不会感染了。为了提醒长辈时段、幼儿等各风险族群，要量早来注疫苗。市长黄伟哲、卫生局长、疾病管制署代表以及安南区长等贵宾，10月1号甲全国同步到宣团，会中市长嘛挂保证有助一定有效。新冠流感一起打，健康加倍，你我他。10月1号正式开打。坦白讲啊，有助有效无？绝对有效，绝对有效的啦！你也看咱台南，这个不管是 COVID-19 甲这个流感疫苗做的咱的发生的流感还是发生 COVID-19 的比率就降了，所以降足明显的所以而且这不是市长都要分家规，就不助有效，看了我嘛会来做所以。根据疾病管制署的监测，全国类流感的急诊、门诊、就诊已经达到12万9千多人次，显示全台已经进入流感的流行期。而咱台南共期看医生的人次嘛达到1万1千多人次，所以特别呼吁65岁以上的长辈、慢性病患者，或者是也未住过，一定要赶紧到全市37区的卫生所，或者是合药院所等随到随住。台南新闻军及采访报道。
台南市的社会主体目前有民众入去大，甲完成签约的有移居仁爱以及移居成功，不过只有6成左右签约，甲当初时民众的期望相差真大。加上最近拄啊完工的移居成功，被爆料墙外出现壁痕，而且不止一户，所以议员上午伫定期会要求市府爱全面检测，确保品质。台南市议会第4届第6次的定期会，上午由着建设部门的业务报告甲着质询，其中针对都市发展局的部分，真侪议员焦点拢放伫对整体社会主体的关心，尤其以着第一批的员工签约进驻的移居仁爱，甲着移居成功，因为签约率只有6成左右，议员嘛关心甲民众的愿望有落差。已经在招出了这个移居成功跟仁爱这2个 case 了。我比较好奇的是说，你看哦，2个案子分别有103户跟75户，可是目前我们的签约率啊，大概在6成上下。为什么会有这种？因为现在已经等于是之前有人放弃得标嘛，好，我们重新再排候补嘛。所以可能就是因为这样而造成，他现在这个签约，因为我们当时一定是签一定抽满的嘛。那为什么签约率到目前为止会有这样子的落差？你们有没有去思考过原因？其实因为当时这2个社宅它是在同时先申请啦，所以其实重复登记的状况是蛮多的。那确实有人重复的就哪一个先开放申请登记？这2个是同一个时间，抽签不是同个时间啊？抽签的时候是仁爱先。除了签约率的落差，另外伫社会主体品质部分，议员陈义珍嘛接到袂少住户的反映，表示拄完工的移居成功，壁面竟然出现壁损，而且唔定一户，因此要求都发局爱来全面检测，确保品质。移居成功是我们首批让大家申请的这个社宅哦，那也中签率只有4%，所以能够进驻大家都很不容易。结果刚刚搬进去住，有的就发现这个情形这到底是什么状况？那我们都发觉我们去了解到底这个裂痕产生的原因是什么？那有没有去看看说怎么样去补强或改善？科长，我们这边有一些。我们其实确实在移居成功这边，它的这个有发现说它有一批油漆的问题啦，所以如果民众有这样子，这一户有这样的状况，他只要跟我们报修，我们都可以去帮他做这个修补的部分是没有问题的。是，所以你有接到有多少住户跟你反映啊？应该是说我们其实每一间都会跟他们做点交，那他点交的时候，只要发现有小的裂痕，我们其实都可以做处理。除了关心社会主体签约甲的品质，另外还有真侪社会主体，包括移居仁和、后甲、林森甲的延平等，因为为个卡伫建造园地造成动工来延后，对此嘛有议员要求，伫个行政作业甲的工期的部分，一定要来完备，并且加紧速度甲的效率。台南新闻林英根采访报道。台南市近年来积极推动水上观光，相对的水域安全嘛非常的重要。台南市政府今年特别委托高雄科技大学规划一系列水域安全教育训练，先邀请台港留业的学校师生透过实作甲体验，来提升全民自救防护意识。台南伫2当前开将业打造安南水上运动训练中心，除了为选手提供专业训练的场地甲设备，嘛希望借此推动水上观光。当然，安全是观光发展的基石，所以市府持续办理水域安全教育训练。27号伫高雄科技大学的升班，邀请台南社区大学台港分校、甲海淀国小等台港留学的学生来进行安全自救的宣导。为期2天课程，分体出近120位亲子来报名参加。开幕式当中，地副市长嘛专程来勉励，成为教师节另类的防灾行动。这个水上的亲水的这个场域，那结合我们台南有很多人非常喜欢的这个独木舟的这个滑行啊，或者是这个划船。那在这个场域里面，它又不像我们的外海这个波动比较大所以是一个比较平静的一个水域。那所以将来在做这一些我们的亲水活动啦，或者是水上的活动，我觉得这个地方跟学校来做结合，可以来宣扬我们很多水上安全的一些措施。
因应极端气候的威胁，除了互大港留有学校的亲子学习自救方法甲避免渡水的观念，同时嘛进行 CPR 甲 AED 等紧急应变能力的操作，除了互大家加一份救生防灾意识，更希望扩大到全面的环境甲亲水教育。训练咱的亲子能够来亲近水，特别是有这种防灾求生的能力。在咱台湾面对风险社会，不管台风各种天灾啦、各种灾难的时候，能够多一项技能，这是非常重要的。特别透过亲水的机会，能够深入去在认识咱水域旁边的这些生态，非常棒。因着感大尊美丽生态景观所参与的亲子甲老师嘛来学过3班啊，趣味是当摕奖拼命向前过的时，也准讲进前，其实规只船竟然拢无叮当，看来无实地训练，也毋知影受难度。当然，体验过程嘛更加认识大港的水域，进一步来守护伊。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结合台南美食小姐甲办的文怀年度美食盛会2025台南国华青王宴，10月19号将伫市府头前的南岛路盛大登场。市长黄伟哲亲身出席宣传记者会，邀请大家做伙来体验台南好食、好食、好耍又阁好买国华青王宴。国华青王宴去年首次举办就大受好评。50度的名额一开卖就马上就秒杀，后备少民众抱完抢袂到名额。主办单位今年特别加码到100度，预计将会再度引起抢买热潮。黄伟哲笑讲，可能也是上少，可见活动人气甲吸引力。今年除了满度佳肴，更大手笔规划推奖活动，奖项丰富，期盼再互参与者满满的惊喜。去年首届推出50桌，试验性质反而是挨骂，为什么？因为桌数太少了。今年决定加倍加码，推出100桌松王宴，每桌大概1万块钱，而且还有参加抽奖，所以说很多摸彩品，很多还有伴手礼，中间最大奖是这个微电车，所以说欢迎大家一起来。这出菜肴集结了国华友爱街区侪间知名店家，参像是阿明之星、一品虾仁饭、包城羊肉汤。福岛爱玉、阿文米粿、阿峰浮水鱼鸡等，互参加的朋友毋免流汗行半工，一届就享用到侪经典小食。同时是由家庭赛蔡玉峰团队规划宴席，并邀请知名艺人陆秀兰担任代言人协助推广。针对我们的会员集结大家共同来出菜。我们今年的活动是在10月19号。那我们现场的话，如果认桌或者是散客的朋友的话，我们都有发这个所谓的摸彩券。我们的最大奖是电动的摩托车。那每一个来宾的话，都会送伴手礼，有南都的旅游事件组，还有我们井仔角手文庄的这个祈福眼来送给大家。今年的活动主要是办在台南市南岛路的这个整条封路起来办那应该活动会很热闹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享用台南国华松王宴。这出国华青王宴，除了得到经济部商业发展署活络商权补助计划支持以外，市府嘛有投入专案经费，吸收商权，结合中央资源，打造出专属台南的商权魅力，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历经邀请全国民众踊跃报名。台南新闻张世伟采访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底家，特色美食乐力哉，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6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迎接中秋佳节，议员曾之杰将往年举办的烘肉聚会改成公益捐奖，结合詹顺良基友会、参与创世基金会义卖活动以外，佮整合了各界提供的物资，捐赠予东区的弱势家庭，让中秋的活动更加温暖有意义。
台南市议员曾子杰服务处以及展顺良知友会，对疫情开始就无办项目活动，该参加创世基金会台南分院的义卖活动。今年购买将近100份的自制礼盒仔，同时号召东区济济里长发挥中秋圆圆人团圆的精神。第一次在这个疫情开始的中秋节的这个公益跟创世基金结合到现在呢，我们持续的。我们以我们曾子杰服务处还有良友会，我们持续到现在应该是有6年了，还7年了，哈，6、7年了，我们还是持续每个月小额捐款给这个创世基金的清寒植物人。今天就是代表创世基金会要来感谢各界的爱心，这么样子的帮忙。那么我们也会持续的把这个照顾服务做好。旧历7月份报道，议员曾子杰嘛陆续收到济济庙宇及企业的物资，嘛趁着过节进前，发起联合捐赠行动，捐赠画饼、生活物资、白米等等，互东区弱势族群。阮公益做介济啊，有需要艰苦人社会艰苦人有需要，那不管福利事，阮会尽力去帮忙。尽力做。很谢谢大家给我知杰这个机会，为大家来发声。曾子杰感谢各界公益团体肯定，和服务处会当提供物资，分送予东区需要帮助的弱势家庭过中秋。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延续中秋团圆的传统，同时呼应个人优先甲全民健康促进的理念。南区文南社区特别举办中秋健行活动，以及长辈保护甲防疫的宣导，吸引济济里民甲长辈热情的参与。台南市南区文南社区长期关心长辈的健康，在中秋节进前特别举办健行的活动，邀请到历来长者共同参与社区关怀甲的健康促进。现场包括南区的区长以及侪位的议员、民意代表，嘛拢共同出席，参与这项有意义的活动。阮里长伊逐工听讲拢爱行2万步，所以中秋节的活动一定共践行。今日我已经来参加第5届第5届伫遮非常感谢里长对阮防疫这个部分非常的支持咱今年参加咱卫生局举办的登革热防疫绩优团体监测组，它有分监测组跟非监测组。监测组就是咱市府这6区加上永康规律认定，搁含这个新营。结果咱里长伫咱的环保之间，甲咱的风庆时代，大家共同的努力之下，咱上半年获得监测组第1名，咱来第1名，恭喜一下足感谢咱的区长的，咱的文南里活动中心，年底应该就好啦，因为即摆验收，所以感谢咱的议员区长来甲咱斗下手，咱有一个上好6星级的公园，咱的健康绿洲公园，已经完成啊，2公斤半，开3300几万，搁呢，争取一个活动中心，是起的200平，开3980万。所以呢，咱的以后咱有一个好的所在，以后咱建筑也是一寡大型的活动，拢伫咱的文南健康绿洲公园，你看你感觉？现场伫老师的带动下，除了有乱生草，另外还有妇幼队的安全宣导，以及天高热的风池甲宣导等。健行的路线涵盖整个文南社区，包括金华路以及里内几个公园。有健康绿洲公园、外口公园、甲着文南公园等，每一位参与者还佫用得到运动的纪念毛巾，增添社区的里民甲着长者参与的趣味。台南新闻综合报道。安平区建平里爱心会伫中秋进前发放礼金甲礼品，关怀里内低收入户、病人户甲独居的长辈。今年除了爱心会红包甲物资，台南市不动产服务职业工会以及里长的好朋友也大家，互里民感受家庭的温暖。
台南市安平区建平里爱心会每当3节拢会发予里来落雪，每一盒600块红包加礼品，已经持续超过10天。今年中秋节不动产服务职业工会也佮捐赠40份500块红包，总共他价到2万块，每一盒会当领到1100块礼金。家厝虽然是用阿蒙头钢筋水泥空起，但是咱建平里内底是由爱跟关怀会去产生出来关怀社区的每一个这个住户。工会坐当来参与建平爱心行动，将持续传达关怀。另外，今年加派买到的文旦，嘛出现伫捐赠物资内底。文旦欠收了因为受到台风的影响，那我们王晶晶王小姐也特别那协调狗笼来赞助我们40箱的那个文旦啊，真的很感谢他，让我们的爱心没有减分。这摆总共有40盒受惠，会当领到1100块礼金、5斤文旦、白米、罐头、绿豆椪、丰富的爱心礼品，希望予弱势家庭过圆满的中秋节。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为了反转社会对精神康复者的误解，台南市鼓励和和身心关怀协会特别伫南胖购物中心举办一场创作展览，透过优惠，希望社会大众对身心族群更加理解，嘛帮助因回归日常的生活。精神康复者无容易被社会接纳，为反转这款误解，鼓励和和身心关怀协会特别为因办了一场画画人生精神康复者甲因熟悉的人创作展。互因为被照顾的角色反转成为展览主角，希望透过油画甲对话，呈现精神康复者对家己、对社会的诠释，就此促成甲社会大众对话机会。我们为什么会选择油画这个媒材来做我们的一个算是使用？是因为呢，油画它其实跟我们的人生一样，它是可以重复的堆叠、重复的修改。对，那其实呢，这也跟我们的社区精神康复者生命的过程是一样的。那我们觉得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不断的练习的过程里面呢，也可以展现我们的社区精神康复者的一个力量。现场除了展出精神康复者画作，另外也有教学作品，同款嘛伫展览上亮相。我们这一次的展品呢，除了我们社区的精神康复者以外，其实也有包括我们的家属。那家属的部分呢，其实我们也会很期待说，家属可以借由我们这样子一个油画的过程，建立起他的一个支持的网络，那甚至有一个情绪的一个抒发的一个窗口。比如说像我们有一些的画作，其实它是家属的画作，那也很欢迎大家到时候一起共同来欣赏。宣传记者会上，嘉南疗园嘛伫现场设立单位，向大众宣导支持服务概念。同才支持的概念也是国外很久，那就是让神经生过病的病人用他们自己的经验来陪伴目前还在受苦的一些病人。那这个其实江南疗养院的同台支持服务是源自于卫生局的一个居住方案的计划，那目前也是我们全台南第一个同台支持的一个服务。那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跟鼓励和和协会一起合办，来到这个地方，让大家可以看见我们同台支持服务的概念。精神健康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的重大议题。世界上大约1%的人口受到身心议题影响，过程中因时常面临欠缺支持、就学甲工作中等等问题。鼓励和和希望借由社群支持，陪伴因逐步走回日常生活，重建社会角色。也希望透过艺术形式呈现，让更多人看见精神康复者的才华和价值，促进社会对着精神疾病的理解，化解大众对着精神疾病的刻板印象，建立一个更加健康、友善的社会环境。台南新闻张世伟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10月1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秦碧纯，咱再会。
汽机车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注意周围人车，并礼让行人优先通过，避免转弯死角，记得到路中心点再转哦。小心，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请依照交通号志指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专心快步通过，并随时注意车辆的动态，在安全处所等待，确认绿灯秒数足够再过马路哦。车辆慢暂停，行人安全行。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以后你们想做什么工作啊？我想当建筑师，盖很厉害的房子。我要当少年股神，投资赚很多钱。啊！少年股神？真的啦！这个群组里面大家都说老师报的名牌很准，稳赚不赔。这么夸张？一定是诈骗！政府及柜买中心一直在宣导，不要加入陌生群组，不要随便相信名牌，稳赚不赔都是骗人的。你们知道吗？台湾即将迎来新的里程碑，是什么？是什么？这件事和你们都有关系，就是民法成年年龄修正了。那会有什么改变吗？改变可大了呢！从112年1月1日起，满18岁就是成年人喽。而且男性、女性一律满18岁以后才能结婚，成年人就能自行签契约、租房子、到银行开户。不过，成年人也要对自己的行为负完全责任，做任何决定前都要多加思考哦。我们会赶快去了解权利义务，迈向成年的第一步。汽机车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注意周围人车，并礼让行人优先通过，避免转弯死角，记得到路中心点再转哦。小心，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请依照交通号志指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专心快步通过，并随时注意车辆的动态，在安全处所等待，确认绿灯秒数足够再过马路哦。车辆慢暂停，行人安全行。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以后你们想做什么工作啊？我想当建筑师，盖很厉害的房子。我要当少年股神，投资赚很多钱。啊！少年股神？真的啦！这个群组里面大家都说老师报的名牌很准，稳赚不赔。这么夸张？一定是诈骗！政府及柜买中心一直在宣导，不要加入陌生群组，不要随便相信名牌，稳赚不赔都是骗人的。汽机车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注意周围人车，并礼让行人优先通过，避免转弯死角，记得到路中心点再转哦。小心，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请依照交通号志指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专心快步通过，并随时注意车辆的动态，在安全处所等待，确认绿灯秒数足够再过马路哦。车辆慢暂停，行人安全行。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汽机车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注意周围人车，并礼让行人优先通过，避免转弯死角，记得到路中心点再转哦。小心，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请依照交通号志指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专心快步通过，并随时注意车辆的动态，在安全处所等待，确认绿灯秒数足够再过马路哦。车辆慢暂停，行人安全行。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以后你们想做什么工作啊？我想当建筑师，盖很厉害的房子。我要当少年股神，投资赚很多钱。啊！少年股神？真的啦！这个群组里面大家都说老师报的名牌很准，稳赚不赔。这么夸张？一定是诈骗！政府及柜买中心一直在宣导，不要加入陌生群组，不要随便相信名牌，稳赚不赔都是骗人的。你们知道吗？台湾即将迎来新的里程碑，是什么？是什么？这件事和你们都有关系，就是民法成年年